中国进口的上海毛蟹有含戴奥辛，咱的食药署公布名单，讲这批14.6吨的这个上海毛蟹呢，戴奥辛是超标2.6倍，会全部来退运也是销毁，加在目前是无流入市场的。也那这摆的这违规的乌白养殖场是会互人取消进口台湾的资格。就是这批由定期公司自中国进口的中华用乌蟹，俗称大闸蟹，总共14.6吨。和食药署伫咧边境验测有世纪之毒戴奥辛，超过标准2.6倍。因为业者会当申请拒绝先放行，暂时通关，验过就会放伫咧指定的地点，等检验结果出来，所以无落入去市面，将会全部拢退运或者是销毁。拒绝出去以后，我们会去监控它放在哪里，我们会跟车来，押着车子到那个拒绝地点，让它放好，拍照，然后锁起来。食药署讲，中国的大闸蟹并不是第一遍被验出戴奥辛。伫2023年，有一批6400公斤入来了被验出戴奥辛。这边违规的养殖场是乌北省的甘利发明水产品公司，将会取消因输台湾的资格。目前符合输往台湾的中国大陆的大闸蟹养殖场，只敢剩16间。迄那动物科的医生是警告讲，民众若是无顺利去食到有毒的毛蟹，恐惊有肝病变加致癌的风险。它在短时间大剂量吃到戴奥辛，它就可能会有一些皮肤病变、肝脏的病变。那如果说它是长时间，可是低剂量吃到戴奥辛的话，它可能就会增加各种癌症的风险。食药署强调讲，针对中国的大闸蟹进口的边境管制措施已经做几多年啊，以后也会继续的每一批拢查验管理，来保障民众食安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